劉春祥咧，佢係東江中隊港九獨立大隊大嶼山中隊嘅中隊長。咁佢咧同我爸爸咧係拍檔。而家你睇到呢個海面，係我哋嘅南大門。佢哋咧準備嚟呢度係要連成一條線嚟打擊日本，點不知喺呢度咧就受到日本仔嘅伏擊，佢哋咧喺度犧牲咗。喺香港回歸祖國29週年前夕，屯門警區指揮官率領香港路德會增城少林學校50位少年警訊會員及香港各界人士，一同前往屯門龍鼓灘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，向抗日英烈們獻花。其實係趁7·1嘅前夕啦，帶埋一班小朋友咁嚟到呢個抗日嘅紀念碑咧，睇翻我哋嘅前人啦，為香港嘅和平作出嘅貢獻。因為香港經歷咗多年嘅風風雨雨咧，其實我哋而家今日享受嘅太平咧，就係得來不易嘅。希望啲小朋友咧，亦都無忘我哋嘅歷史，將呢份精神薪火相傳落去。活動仲邀請到今年102歲嘅香港抗日老戰士張少平伯伯同同學們見面，讓同學們親眼見證抗戰前輩，感受歷史真實存在。之後亦設置互動環節，讓抗日戰士嘅後人陳海倫婆婆解答小朋友心中對於抗戰嘅疑惑。大嶼山中隊咧保衛我哋嘅海岸線，打擊日本嘅運輸，所以日本人咧佢哋喺1944年咧就海陸空一齊嚟包圍大嶼山，要將大嶼山游擊隊消滅，所以佢哋咧就好艱辛咁樣嚟去同佢作鬥爭嘅。全部咧係食野果，然後飲水咧飲山坑裏邊嘅水，夜晚黑瞓覺咧唔可以出聲，係喺大嶼山人民嘅支持底下，呢支游擊隊咧就避過咗日本仔嘅圍剿。整個中國俾日本侵略嘅時候，全中國嘅人都係受苦受難嘅。我哋香港同樣有好多嘅青年，即係佢有種家國情懷，會有一種民族嘅氣概，有一種精神，我哋要救國。我覺得今次嘅活動好有意義，令我哋感受到當年抗日戰爭嘅困難同埋辛苦，先成就到我哋今日香港嘅繁榮同埋幸福。要多謝學校俾呢個機會，我哋認識到更加多關於日本侵華，我哋呢啲抗戰人士點樣去保護我哋國家，令到我哋有平安嘅生活。呢次活動呢係一個緬懷，又係一次嘅傳承，亦都係一場嘅致敬，更係一次嘅啟航。今後我哋要主動銘記呢段珍貴嘅抗日歷史，亦都要傳承劉春祥烈士嘅勇於擔當、無私嘅奉獻、愛國愛港嘅英雄精神，牢記呢啲英烈們對我哋嘅犧牲同付出，要樹立正確嘅歷史觀、民族觀、國家觀。青年強則國家強，希望佢哋繼續秉持着呢種精神，將來貢獻社會、貢獻香港、貢獻我哋嘅國家。咁我就會做好自己，感謝前輩同埋報答祖國。我哋應該做一個正義嘅人，要去保護國家。互愛同心，益珍貴，薪火相